利路亞，祝大家心理健康。嗱，羅馬書3:23甲24按樣人講到，攏做人跌落罪惡嘅方面，攏做人未做罪惡嘅方面，因為到摸黑上帝嘅功用。嗱，這個世間嘅黑道，上帝日人上帝錯嘅都跌落罪，剩下這個攏做人類喺世間裏。都係所做未做到跌落罪惡，自家心中你要唔甘人，心中你要不壓，心中你要有人，心中你冇愛，喺上帝嘅裏面就係做罪惡嘅方面，其他自家做各樣唔好嘅事，喺上帝嘅裏面也係跌落罪惡，因為到攏做人冇喺上帝嘅功用。嗱，今日講自家啲，自家跌落罪惡，攏做人冇有講冇罪。嗱，接下嚟講啦。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即刻拍得救，得到義人嘅方面，意思透過耶穌基督贖十架。嗱，攏做人係要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即刻拍得咗呢一個得獎得救嘅路，即刻屬於義人，係咪人嘅信任耶穌基督係一上帝，係一救主，一個錯，一個罪，一切都係十字架嘅解決hết。這樣人即刻係相信主，因為到1彼得2:24樣講到，佢即刻奔殺，在十字架嘅開即刻嘅罪，在嘅信行嘅啲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即刻是在罪惡嘅方面，即刻生也在真理嘅方面，透過嘅變相，即刻嘅心中嘅啲得到支持，即刻嘅平得到支持，透過嘅變相。嗱，這樣人即刻相信耶穌基督。佢死了十字架呢啲，贖這間人類嘅錯，人類嘅罪，萬人相信嘅，即刻拍得嘅恩典，因為到佢贖這間從罪惡呢個方面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